港4大家族嘅恒基加新世界即將喺半山聯手推出1040平嘅空中住宅堡壘。恒基為成道呢個項目天譽未正式開盤已經迎嚟首宗成交，總價3.55億人民幣，換算尺價高達74萬一平。我都有客人講過，香港已經好耐冇令人眼前一亮嘅產品出現，今次恒基天譽登場，我覺得有可能再次聚集頂端圈層嘅目光。佢究竟豪到乜嘢地步？ Ruby 將嘗試用一期視頻令到你了解天譽嘅冰山一角。作為197米嘅雙子地標，天譽係填充港島天際線嘅作品，擁有對望 IFC 同 ICC 嘅實力，節日仲可以擁有無遮擋嘅煙花盛景。呢次你都無需要再睇 PPT 想像佢嘅魅力，因為佢已經係現樓登場，玻璃幕牆嘅尊貴外形，仲有999年地契做你嘅傳世資產。天譽雙子塔並肩而立，北向一覽維港壯闊嘅美景，南向又有太平山做你嘅靠山。呢一種地段可遇不可求，大平層就更加難揾。整個半山超400平嘅大平層寥寥可數，呢度居然擁有24套嘅一層一戶，437平嘅大平層，就即使全屋都可以擁有360度嘅太平山維港風光。除此之外，佢仲擁有超越香港上限嘅1040平嘅3層頂幅，僅此2套，無疑將成為全香港可資住宅之內最大嘅面積。預計成交價格亦都會非常震撼。今次恒基俾佢命名，動用最高體系嘅天字系，皇冠級嘅尊貴，從天龍再到早期嘅天匯，無論喺香港邊度都係最亮眼。天匯喺2009年更加以7萬1蚊嘅尺價創下亞洲樓王嘅紀錄，16年前嘅佳績放在至今依舊能打。而天匯同天譽相隔亦都唔遠，天匯喺干德道，天譽就喺維城道。天匯靠山，而天譽就更加靠海。佢擁有揸車10分鐘就能到中環嘅核心地段，現樓已經開放展示單位，佢會有點樣矜貴嘅景觀呢？請你同 Ruby 一齊期待。